大家好，想畫乜嘢留言俾我。今日要分享嘅粉彩畫咧係小白貓，咁啊碌下手機睇到呢個黐鳩蛙咁，咦好似未獨立畫過佢喎咁樣 ，OK 咁啊畫下佢飛天咁啦。咁啊我都有養貓嘅嗰時，抱住佢啊望住佢，咁佢又眼碌碌咁樣，其實佢又唔知係咪望住你咁樣。我想講下貓嘅視力嘅特性啊咁樣。咁其實貓嘅視力咧就係人嘅1/10嘅啫，因為佢睇到咧都係附近呢個6米以內上嘅物體啦咁樣，咁啊以外嗰啲我諗佢就模模糊糊咁樣啦嚇。咁啊，但係佢咧嗰個夜視能力咧，又係人嘅6至8倍咁樣喎，因為佢咧就係即係個構造啊，嗰個眼咧眼球後邊啦，你可以咁講啦，有個嘅反光層啦，咁樣，所以好微弱嘅光線咧，佢都會反射到，咁所以佢夜晚睇到嘅嘢咧，我哋睇到冇黑掹掹咁樣啦嚇，咁所以佢個夜視能力咧又好過人嘅喎，咁同埋咧，即係我哋譬如隻眼左右咁樣，咁180度啦咁樣，咁佢有200度喎，可以喺度，咁因為即係個結構問題啦咁樣。但係分辨顏色嘅能力咧就有限啦，即係貓咪咧佢係色弱嘅嚇，咁佢即係分辨呢個藍色啊、綠色啊同埋部分嘅黃色啊咁樣。咁啊，對於紅色、橙色啊，即係暖色系列嗰啲咧就冇乜感嘅。咁所以睇顏色飽和度咧就係低一啲咁樣，就所以接近呢個淡藍灰咁嘅嗰啲咧嚇咁嘅顏色咧，咁所以你如果買呢啲顏色俾即係嗰啲玩具貓玩咧，咁吸引佢嗰個注意力咧，咁又會多啲咁樣。咁唔知大家養貓嘅網友有冇感覺到咁樣？講翻幅畫咁啊，小白貓就藍色咁啊，咁個劉海咁樣同埋尾巴，咁所以咧就用咗個嘅藍色嘅底啦咁樣。咁啊淨係藍色嘅比較單調嗰啲，咁所以我用咗好多藍色，同埋咧就用一個嘅即係手指咁樣圓形咁樣去塗上去咁樣啦，咁使到咧就會有啲嘅顏色空白嘅部分咁樣，咁變咗咧就整咗出嚟個底咧就好似即係冇咁實色咁樣，咁我覺得好似有個天空咁，你見到唔會話全部藍色，全部白色咁樣，咁啊比較好似怪一啲咁樣。咁啊，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，可以訂閱我哋頻道，撳下鐘仔 ，comment like share，下次見。